當大學生揾工揾到懷疑人生，有人靠陪老人吹水，一年賺幾十萬。依家呢個世界真係越嚟越睇唔明，一邊16至24歲非在校青年失業率接近15%，大把大學生畢業即失業，送外賣、跑滴滴、考公務員，考到懷疑人生。另一邊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突破3.1億，每5個人就有1個老人，獨居老人超過3000萬，養老服務人才缺口超過500萬人，超過40%嘅家庭財富掌握喺60後、70後手上。預計2035年銀髮經濟規模突破30萬億，一邊係後生仔揾嘢做難，一邊係老人缺少人陪。以前大家以為最值錢嘅工作係程序員、搞 AI、做金融，點知行到今日，有人專門陪阿公飲茶、陪阿婆覆診、教老人使用手機。聽佢哋講，後生嗰陣做車床工嘅威水史，一年收入幾十萬。以前大家覺得老人消費就係買燕窩、海參、保健品，依家最賺錢嘅反而係情緒經濟。例如廣州越秀區好多社區飯堂，一份2餸1湯只需要12蚊，但唔少老人寧願行過幾條街都要去，唔係因為平，係因為有熟人。有人同自己搭2句嘴，食飯嘅時候隔籬台有話珍姐，有話陳伯，可以鬥下嘴，過下癮。人老咗先發現，原來最怕嘅唔係窮，而係成間屋靜到連雪櫃聲都聽得清清楚楚。其實唔止老人需要買陪伴，後生仔都一樣。中國寵物經濟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，心理諮詢市場規模突破1000億，大家都係買緊同一樣嘢，孤獨嘅解藥。以前消費升級係買大電視、買雪櫃、買冷氣，依家消費升級係買嘅係理解、安心同存在感。其實老人突然之間變得孤獨，唔係因為仔女唔孝順，係時代變咗。以前廣東一間屋住3代人，阿嫲煲緊老火靚湯，阿爺落樓同街坊捉棋，孫仔放學返屋企有人睇住。咁依家呢？阿仔喺深圳做 IT， 女女喺廣州做護士，孫仔去咗上海讀大學，剩返2個老人家守住100幾平方嘅屋，錢可以微信轉賬，但陪伴唔可以順豐到付。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都忽略咗，依家呢一批老人其實係中國最有錢嘅一代老人，60後、65後、70後食正改革開放紅利，好多廣東家庭有2、3層自建樓，有退休金，有醫保。以前老人追求活落去，依家嘅老人追求活得開心，所以你會見到廣州老年大學一位難求，深圳康養旅遊團爆滿，佛山書法班排長龍。廣東好多老人每個月嘅退休金有5、6千，甚至7、8千，佢哋願意使2000蚊去旅遊，使500蚊報興趣班。因為人一旦解決咗生存問題，就會開始追求生活。更加有趣嘅係 AI 越發達，人情味反而越嚟越值錢。AI 識回答問題，但唔識扶阿婆過馬路。AI 識講道理，但唔識陪阿陳伯去荔灣湖公園散步。未來最難被取代嘅，可能係有溫度嘅人。有報道指，一位95後女仔專行做陪伴師，服務內容包括陪診、買餸、散步，每個月收入超過2萬。深圳亦都有養老機構推出陪伴服務，一年服務超過3000個家庭。佛山南海有一個90後女仔阿欣，本身做地產，2022年樓市下行，收入由以前1個月3萬幾跌到得返4000幾。後嚟陪隔籬屋阿婆去醫院睇病，順便教佢用手機。阿婆開始講以前喺廣州13巷嘅故事，講改革開放，講第一次買電視，講老伴走咗之後屋企有幾靜。之後附近嘅街坊介紹俾隔籬屋嘅街坊，陪診一次200，一個月接20-30單。後嚟組成團隊，收入重新過萬。近年國家一直推動銀髮經濟，提出發展社區養老、智慧養老、居家養老、康養旅遊等產業，陪診師、適老化改造師、養老管家、健康管理師等新職業開始快速增長。一個國家真正嘅文明唔係睇有幾多摩天大廈，而係睇老人老咗之後會唔會活得有尊嚴。當越嚟越多年輕人願意投入養老服務，當越嚟越多社區開始建立15分鐘養老圈，當銀髮經濟由養得起走向養得好，其實意味住我哋呢一個社會正在慢慢變得更加有溫度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